終佢整一個長方形出嚟，用我哋之前學過綁木筏嗰個結去綁實翻佢，跟住之後咧就擺翻4個呢個水桶落去啦，咁跟住咧就貼住邊咁樣，加翻跟住綁實咗個罐之後，綁實咗4個罐之後，最後咧就喺中間加翻兩條長嘅先，咁樣綁翻實佢之後咧，就加翻2條短嘅去，等佢唔好上下喐，就係咁啦。叫咩結啊？本身係用一個雙套結咯，跟住將2條繩連埋一齊，仲有4邊綁咯。影我啊！好啦，hold 住咁樣唞啦，hold 住唞啦，你中意夾波就夾波嚇，即係嗰啲咧諸如此類，仲係中意呢個時候嚇。好啦，頂住佢啦。好啦，我哋唞下10秒鐘就嚟㗎啦。好啦，盡量 hold 住。好啦，伸直隻腳啊！盡量伸直個膝頭哥，伸直個膝頭哥要盡量要直。好啦，跟住我哋試下慢慢向上提升落翻嚟1下，唔好掂地。OK， 好，向上提升2下，唔好掂地。3下，4下，5下，3、4、5、6、7。做好啲啊！ 9、我做得好好啦。11、12、13，膝頭哥直。14、15、17、18、19。好嚴咪瞓喺度啊！我冇瞓啊，Sir。23、少少到地㗎。26、29、30。因為我當你哋大人，咁希望大家記住呢一點。咁點解喺度停低又會講幾句説話咧？咁因為阿曾 Sir 同我講，你哋有幾位劇爹係可以有 promotion 嘅。咁有啲 squadron 咧係好 formal，譬如呢關俾晒禮着晒制服 promo。咁咧我哋咧可以好 formal 咁去做呢樣嘢，亦都可以好實際、好實在去做呢樣嘢。講遠少少，我試過係着住泳褲 promotion 嘅，淨係着泳褲啊！以前劇爹嘅時間，咁一樣都係一個難忘嘅回憶嚟嘅。咁阿曾 Sir 已經準備咗你哋嘅柴，咁阿曾 Sir 你可以講一講邊幾位係有 promo 嘅。咁嗌名立正出嚟，唔使比例得㗎啦。OK。你企側邊。Lance Corporal 葉啟教。Lance Corporal 張浩熙。Lance Corporal 曾子欣。Lance Corporal 張文浩。劇爹黃世忠。劇爹劉卓榮。攞多啲嘢翻嚟啦。其實。劇爹吳婉琪。攞多啲嘢翻嚟啦。係咁多啦，係咁多。好啊嗱，柴頭望住我先，唔好真係望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做，只要你留低繼續玩。咁我想話俾你知咧。我聽到琴日你哋嘅心聲，關於 D Squadron 對比其他人嘅睇法，我可以話俾你哋知，我喺呢13年嚟咧 ，D Squadron 每一樣嘢都係獨當一面，每一樣嘢咧都係可以多元化，甚至乎可以深入啲、廣闊啲俾其他 Squadron。我可以好認同咁，即係可以同大家講，每一個 Squadron 都會覺得自己係最好嘅，咁但係。最緊要我哋企喺呢度，我哋覺得自豪，呢一刻已經好重要㗎啦。我哋嘅劇爹，我哋嘅柴頭咧，我覺得係可以頂得住人哋可能2柴3柴。我講個99年嘅故事俾大家聽。喺99年嘅時間咧，我哋同嗰啲 Air 劇爹、C 劇爹啊、咩民安隊做 service， 咁又叫 command post 咧，要揾啲 instructor 上去 in charge 嘅，人哋揾啲 captain 啊3粒啊2粒去。咁你知我揾過咩人去啊？我揾咗劇爹2柴去。做現差處嘅，咁人哋都碌大隻眼，唔知點搞。咁但係我哋嘅劇爹咧，絕對可以頂得住人哋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報 radio 啊、捉低啲嘢啊，都可以好謹慎。睇人唔得唔緊要，唔
識嗰啲嘢唔緊要，用心機去學。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一個好嘅 NCO， 每一個人都可以獨當一面，好自豪咁話俾所有唔係 D 嘅人知，我哋係 D 隊，我哋值得自豪嘅地方。有冇人有問題？老實。問題啦，頭先人哋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㗎嘛。預備咗嘅嘢。預備先，預備緊。阿 Sir 喺嗰度。喂，做咩你哋？攞水咯，Sir 有水嘛？未整濕身㗎。1分鐘。快啲啊！快啲啊！好。呢個都唔要。過嚟啊！飛過。飛過去住啊！飛過去住啊！